站住！站住！不好了，大批官兵攻上山来了！还不是你通风报信？不是冤枉我啊！我这几天都在山寨，怎么分身去报讯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这个山寨一向隐秘，要不是你耍手段，那帮狗官怎么会找到我？大哥，不用怕，你们先走，这里由我来殿后。你怎么殿后啊？你会武功吗？哦，说不定你是想留在这里，教那些狗怪怎么抓我们。当然不是了，为什么你要这样来说我？我怎么说你都行。看看你们两个，真是一对活宝贝。哼，宋贤弟，你大哥我绝对不怕那帮狗官的，我倒想看看这帮狗官有什么本事。俺今天很高兴，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们。不是，大哥，人家人多势众，你还是别出去了。是啊，爹，杀狗官也不在一时三刻，应该避避风头啊。大哥，你先走吧，你先走吧，快点。哎，宋贤弟，我们常说是梁山泊好汉，你就应该像你的祖先宋江爷爷那样，干一番大事。你们听着，是男子汉的，就跟我来。是，走！快点出去劝劝大哥，你还敢说？都是你干的好事，我回来再收拾你。哼！李姐，赵老弟，外面兵荒马乱的，你也别乱来了。我是不会弃寨主而不顾的。你只不过是个厨子，就算你被抓住，罪名也不会很大的，放下屠刀吧。你自己想清楚，弃暗投明方是真英雄啊！怎么样，还没打完？放心，何大人只言带兵来救，兵力不会少的。师姐，你果然聪明，师兄跟你的线索找过来了。都是师兄的聪明才智罢了。哇，宋师姐，真的是你！果然是你包藏祸心，引那些官兵来抓我们的。亏得我之前还相信你。我的处境你最清楚的，我是被迫在这里的。啊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所以你就陷害寨主，陷害无疑是吧？我没打算抓他们的，你刚才也听到了，我叫他们走，他们自己不走而已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事已至此，我劝你最好还是投降。哼，寨主对我恩重如山，你这么算计他，我是宁死不降的。好，你想死是吧？还想死？我杀了你啊！怎么样？你们想走是吧？没那么容易。真是如此不可教也！今天真是金刚怒目，菩萨低眉。你再敢拦路，我就跟世杰一众齐剐了。哼，你们以为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山寨，山寨最多的是什么？当然是山贼了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嘿嘿，杀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走！对，他们在前面打呢。爹，我们一起杀出去。无疑，走，爹殿后，带兄弟走。
不要放过他们！哎，师兄来了！哎呀，走！啊！没事了。师兄，老师、师娘、师妹，我找你找了很久，没有受伤吧？没事，师姐把我照顾得很好。师姐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师兄你救了我们俩。哎，咱们是同门师兄弟嘛，不说两家话啊。其实啊，今次能给你们发出信息，全都是师姐的功劳啊！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行不行，多亏师兄的聪明才智、顺藤摸瓜，才能够救了我们啊。哎呀，师姐呀，你太谦虚了，过分的谦虚就显得你很不自信了。啊，是，学生谨记。是啊，师姐，这次要不是你的一枝梅，为兄真的还找不到这里。你立了大功，回去我一定让何大人好好嘉奖你。哎，对，说到何大人呢，他是你的表叔嘛，你跟他说要把那个山贼，那个头领啊，把他充军，不行，充军他还会回来，把他的人头砍下来。好，师娘，就依你的。哎，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能这么歹毒心肠？哎呀，我也是为我们春天县的百姓着想。娘您放心，何大人纵使再糊涂，总有师兄在旁边指点呢，是不是？还是我的小师妹了解我呀。左大人，何大人有请。嘿呀，怎么会这么少呢？何大人，乘风，你看，我这第一时间就跑到此处，可是这儿的金银财宝为什么会这么少呢？查过其他地方没有？都已经找过了。那问题很明显，他们提前拿走了。我已经调查清楚，他们在此之前曾经劫掠过无数的州县，可每到一县都是闹得天翻地覆。你说这至少也会有个金山银海才是啊！哎呀，哪怕是金山银海，还不是一样要上交给朝廷？哎呀，贤侄，你看此处就你我二人，这些金银财宝，你我5-5分成，如何啊？表叔啊，我早就劝过你做人不要这样过火，你这样很容易出问题的。哎呀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的舅舅是当朝的4大元老之一，皇上也要让他3分呐。我们怕什么？不是怕与不怕，而是我真的懒得管你这些烂事儿。还有，你那些金银财宝与我无关，我现在要去找我的小师妹去了。你在这儿慢慢数钱吧。走好，走好。这些全都是我的啦。可惜就是少了点儿。那么剩下的那些财宝会在哪儿呢？没关系，反正万人敌在我的手心里，
我还查不出财宝的下落吗？狗官差抓了，你不是跟我说了吗？让我遇到情况先逃命，我记着你的话呢。当然了，命是你自己的，不好好保管，谁可以帮你？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债主呢？被抓了啊！都是那个宋世杰，爹都是被他害的。他不是一直跟王住在一起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总之他就是妖怪，有3头6臂来害我们。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一个好人，可你偏要相信他。我不杀了宋世杰，我就不叫万中无一。万人敌，你将你大家结社得来的那些金银财宝告知于我呀！哼，山寨你都破了，财宝你也找不到，你们真是窝囊废！我想你应该明白，你现在在我们的手心里，你最好跟我们合作。跟你们合作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嘿嘿，至少可以免受一点皮肉之苦啊！哎，你不将我公开审讯，原来志在我的山寨财富啊！嘘，来，我跟你做一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先放我出去啊！我在外面帮你做一个大买卖。什么买卖啊？这个买卖啊，所有的财富比我山寨的多啊！事成之后，你我2个平分。呀，那是哪家的财主啊？是一个老乌龟的老巢，是你的老巢。你呀，搜刮那么多民脂民膏，简直是比我这个山贼还要卑鄙下流，天也不会饶了你的。你，给我打！是。你和小姐被囚在山上多日，他们怎么对你们呢？是把你们囚在一起呢，还是分开囚禁啊？听说山贼都是很好色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！你们不要再多管闲事了，不要再提山上的事情了，拜托！真的没有。哎，那后院有很多落叶啊，还不快去扫一下？是。那我们在山寨的时候早就预料到了，回来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风言风语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在乎的。我会尽力控制他们，如果他们再说，我就揍他们。喂，你怎么从山上回来以后变得这么暴力啦？还是世杰对我最好了。我们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妹。小姐，有官差求见。蒋小姐，何大人找我，还是左壮士找我？都不是，都不是。哎，宋师姐，我奉我们家何大人之命，特来拘捕你。启禀大人，人犯带到。
升堂。慢。小女想请问何大人，谁是人犯？我跟世杰可都是这个案件的受害者。况且案件尚未审定之前，大人就先定人犯，这个不合规矩吧？本官既已差人去逮捕宋世杰，就说明本官已掌握有真凭实据了。宋世杰，本官知道你是秀才身份，所以就不用下跪，站着回话便是。谢大人。本官审问过被捕山贼，蒋小姐被捕一事都是你提议的啊？是啊，不过我所以本官认为蒋小姐被掳上山一事皆由你所策动。大人，草民呢，是因为误救万人敌之女万中无一，所以才被拘留在山上的。在此之前呢，草民并不认识万人敌这两妇女啊。认识劫匪时日深浅，时日深浅并不能说明你不与他们同谋，你可以与他们一箭投缘，一拍即合呀。草民呢被迫留在山上，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。大人，你又说审问过其他的那些山贼，那你其实应该知道的。他们的大小姐万中无一，曾经通报下去，如果我跟蒋小姐私逃的话呢，他们就会这个格杀无论啊！嘿，早就知道你会如此。这封书信你可认得？是何人所写？不知道。这正是万中无一亲自所写，上面所述你与万人敌结拜之事。大人，可是据我所知，万中无一并不会写字啊。他在城里随便找一个会写的不就得了？那是不是犯人随便找一个代替也可以呢？哼！我念左贤侄对你有意，你不要在此放肆。宋世杰，你之所以说私自下山格杀无论的鬼话，皆因你与他们父女二人私自串通，好使蒋小姐不肯随意下山。我被禁锢山上。山寨里有很多人都知道的，这都是蒋小姐被俘上山之前的事。如果我要跟他们私通的话，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？之前可能并无约定，可是之后你忍受不了皮肉之苦，或者是他们花钱把你给收买了。那么何大人，你一直说我策划这件事，那么我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贪图钱财，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？蒋学儒老师不单只养育了我，还对我恩重如山。几年前还打算出资给我做生意，只是我推却了。这件事情呢，师兄他都知道的。如果我要是贪图钱财的话，我何必要冒这种风险呢？何大人，我刚刚去过我老师家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师弟带到这里来？今天我收到万中无一的来信，来，传与左壮士。不必了，区区一封信，不看也罢。无非是说我师弟与山贼狼狈为奸罢了。左壮士真是聪明睿智啊！可是这恰恰证明了我师弟的清白。清白？哼！素闻山贼虽然穷凶极恶，无恶不作，但是最讲义气二字。试问一下，万中无一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举报他的同党呢？很明显啊，因为他想栽赃。还是小师妹聪明。何大人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我们之前上山找到山贼的老巢，都是世杰提供的线索。那你说，世杰怎么可能是山贼的同伙呢？我们的何大人并不这么认为，我们何大人偏偏认为世杰和山贼是同一伙的。何大人果然是高见呐！你这师妹，我想你是误会我们何大人了。
我们何大人怎么会不知道那封信是陷害世杰的呢？他把世杰叫过来是想履行一下公务。何大人办案那是公正不阿的啊，何大人。哎呀，说的正是如此。左壮师聪明睿智，观人入微，一说就说到本官的心里去了。何大人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哦，好。既然已经水落石出啊，当然，宋世杰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是大人。事情有个水落石出，那自然是最好了。可是何大人，恕小女子冒昧，我觉得你欠我世杰师兄一句道歉的话。什么？算了。其实何大人他也是公事公办。不行了。我们何大人做事情刚正不阿，是办大事的人，对吧，何大人？好。宋世杰，刚才本官确实有些鲁莽草率，在这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何大人，我想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你应得的。师兄，谢谢你来帮世杰的忙，不过我觉得你更向着你的表叔。我更向着你。油嘴滑舌。宋世杰，你现在还不能走，万人敌想要见你。大哥，你伤得很重啊！呸！那些狗官，难道你认为他们会让我有好日子过？放心，你大哥刀山火海都闯过了，区棍棒，哼！这次没有连累到你吧？没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大哥本来呢只想找一个知己，但是却把你拉进这浑水之中。这一次是世杰害了你。哎，不要这么说。我呢，就是在刀口上讨饭吃的嘛。我迟早都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哼，恨呢，就是为什么我竟然会落在一个庸才狗官的手上？哼，他何德何能可以将我治罪啊？你既然知道他是个小人，那就更加要小心的去提防他了。哎，他们可以拿我怎么样？他贪图的不过是我打劫得来的东西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有人趁大家不知道，在我们下山之前偷了我的财宝。还好没有便宜了那帮狗官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他们不敢对你用真正的大刑了。现在呢，我最担心的就是吴一。哎，你要帮我找到他，劝他离开。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不过呢，我这个女儿性格太强，对你也有成见，恐怕她不会听你的话。你要帮帮我，啊？至于我的安危呢，你叫她不必去计较。18年后，我又是一条好汉。嘿嘿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吴一的，大哥，你放心吧。好贤弟，好大哥。
怎么样？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确实打劫了很多金银财宝，而且他交给他3个结拜兄弟代为保管。3个结拜兄弟，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呢？他们都不在春田县。他们人都不在春田县，那就是说，即使是杀了他，也找不到他兄弟的下落了。那他3个兄弟都叫什么名字啊？一个叫鬼面头罗生，一个叫掌把金刚许胜，另一个叫叫什么？叫遁地鼠李冲。怎么这些名字我一个都不知道呢？他们是当山贼的，又不是做杀手，那要一个响当当的名头来干什么呢？这次那个宋世杰可是销售美人恩了。那是啊，要是我有尚珠小姐陪在身边，把我抓到山上去，我也愿意啊。哎，你这瞧瞧，你瞧瞧，正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哎，你说这么多天，这一男一女共处一室，他能做些什么呀？哎，你看看，都流出口水来了。哎，这还不是你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啦？啊，你还真别说，我觉得呀，这世杰和尚珠出来之后，两人的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怪什么呀？那是你嫉妒人家，嫉妒。哎，不敢不敢，彼此彼此了，嫉妒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如果再让我听到你们胡说八道，我饶不了你们！哎呀，程峰啊，戴老师讲完课啦？是啊，师娘。尚珠在府里呢。哎呀，回来之后啊，你好像还没有来找过尚珠哦。师娘不知道我最近接了很多案子吗？我真是忙不过来了。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男人呢，一定要以事业为重的。师娘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忙别忙。哎呀，我记得我答应过你，尚珠能平安回来呢，就让你们2个成亲。我是个守信用的人，那你什么时候把尚珠娶过门啊？师娘，尚珠是刚刚脱险回来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日后再说吧。不行，不行的意思是呢，因为筹备这个婚礼啊，需要很多时间的，有很多东西要准备，所以现在开始筹备就对了。师娘，我的当事人在门口等我，我必须告辞了。麻烦你代我向老师问安。好。那个程峰啊，回来之后就没来找尚珠，我看呢是出了问题了。可能他以为尚珠被抓上山那么多日，一非清白之身，所以他想悔婚了。悔什么婚呀，娘？我什么时候嫁给师兄了？爹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要问我，问你娘好了。你失踪的时候嘛，他说能把你找回来，但是你回来之后呢，叫我把你许配给他。娘，那你答应了吗？哎呀，你们本来就是一对儿嘛。娘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爹，你娘既然已经答应了，我怎么好推辞呢？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说我要嫁人，就算我要嫁人，我也不一定要嫁给师兄啊。程峰有什么不好啊？他是你爹的得意门生，家里面的人呢，还是京城里的朝廷显贵，而且最重要的，
他跟你的兴趣、学识也非常的接近呢。爹，我现在还不想嫁人。哎呀，女儿啊，换了是以前呢，我也不会急着要你出嫁的。但是现在，外面那些人的闲言闲语，你还是早嫁为妙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反正我不同意。尚珠啊，从来男婚女嫁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撒野呀？上次答应成风也是权宜之计，女儿啊，我希望你找到一个好夫君。老爷，现在不是我们去选择别人呐，是别人不想选择我们了。成风虽然是我的学生，但是他如此不相信尚珠，倘若尚珠是他的妻子，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啊？这样的夫君呢，我得重新考虑。老爷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？现在呀，是他的终身大事，你不能掉以轻心呐。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？婚姻嫁娶是双方高兴的事。女儿啊，你放心，爹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师姐，发生什么事啦？你笑得那么难看。我打算离开这里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次之所以被山贼抓，其实还不是都因为我，而且还影响到你的婚事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我希望我走了之后，事情可以尽快的平息。那，我跟你说，师兄有什么误会的话，就由他去好了。他有什么不高兴的，可以直接来跟我说啊。他就是这样，做事一点都不爽气，不能承担。不如我去跟师兄说清楚吧。不要去。为什么？他要误会就由他去好了，没有任何必要跟他解释。况且，我自己也没想清楚，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师兄。但我看到你们俩经常出双入对的。师兄平时是很疼我了，对我很好，也逗得我很开心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，好像一切都太刻意了。那师姐，你说说看，有的时候都不如我们在一起感觉那么舒服自在呢。我是不是太贪心了？我也挺讨厌自己的，明明已经很幸福了，却还是不满足。不，人应该追求更好的。这话说得好，不过应该是我对你说。哎，宋师姐，我爹让你做壮师你不做，让你做生意你也不做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保持现状。什么呀？对啊，一切不变是最好的。果然应了我娘说的话，你真的是胸无大志哦。是啊，我是胸无大志的。我知道，我最近为什么总是提不起精神了，原来都是受了宋世杰的影响。你走开啊！你别理我。我不走。你走开！你别理我。我不走，你求我吧。求吧！我求你，求你啊！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参参参。
多谢一姐，多谢大哥兄弟，无需多礼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和大家一起劫狱，救我爹出来。大家有话不妨直说。那我就直说了。我们真的已经厌倦了山贼的生活。我有隐疾的，多走几步就……一姐，我算过命，大师说过我今年有血光之灾啊。我爹对你们那么好，当你们自己人，你们竟然见死不救！我早说过，寨主早该退下了。寨主他太招摇了。对啊，那枪打出头鸟，朝廷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你们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走。多谢一姐，多谢一姐。走。各位乡邻，我们春田县本是一个十分和平友爱的乡县，可是就在最近，一伙山贼的侵入，搅得我们是人心惶惶，寝食难安。不过，经过本府的一番努力之后，我们现在已经将这伙山贼的首领万人敌以及他的同党一并捕获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经查石家庄的无头命案，以及亨泰银号的爆劫案，还有郑兴龙的金器失窃案，皆是他们所为。他们不但劫财，而且还害命。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我们春田县一个公道！你撒谎！你含血喷人！不要！不要！不关我的事！是他！不关我的事啊！来！他含血喷人！哎，你要干嘛？万人敌虽然是山贼，但你刚才说的那些案件是以前的。哎，师姐！宋师姐！大哥！师姐！宋师姐，拦着我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大人，万人敌未经审讯，你不能滥用私刑的。你竟敢在此公然叫嚣，给我滚！不是大人，你不可以，冤枉错判的。贤弟，你不用怕的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。给我拉走，滚！大哥，滚！贤弟，五一，你不要轻举妄动，这里守卫森严，你不可能救得了你爹的。你还说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爹会落到这个下场。你可以恨我，但如果你在这里闹事的话，你一定走不掉的。我怕什么？就算要死，我也先杀了你。我相信他。朱天，你们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他怎么也来了？我们就快死了，还怕什么泄露行踪？你不会不认识这个玉扳指吧？你好可恶啊！连我爹的东西都抢。这只玉扳指的确是你爹的宝贝，他就是希望你能听我的话，不要鲁莽行事。混账！这个扳指是我娘送给我爹的，他一刻都没有离身，怎么会交给你？没错，你爹确实说这只扳指是他的宝贝，那是你娘亲当年辛辛苦苦赚钱买回来送给你爹的。他就是希望你爹知道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会在你爹身边支持他。他最爱的就是你爹，甚至于，他知道你爹做了山贼，他都不后悔。还有，他也希望寨主可以知道，如果他能够放下刀口舔血的生活，
一样没关系，因为他有能力可以担起半边天。夫人真伟大。爹真的跟你说过这些话？那这些是你们家的私事，他真的没必要跟我说的吗？就算何大人严刑拷问，他也不会说的。那寨主有没有说，有什么话要带给一姐啊？他知道万中无一一定会去营救他，他叫你不要冒险，尽快离开春田县。那之后呢？之后的事情交给我吧。我爹就是因为错信了你，所以才落得如此田地。宋大官人，你想让我们相信你，你得说出想什么办法能把我们寨主救出来。对，你引官兵上来救你，我们可以暂时不跟你追究，因为我们也明白，你也是为了自保。可现在寨主的确是受你连累，所以才被捕的。所以呢，我一定会尽快把他救出来的。那个何大人，我们已经打听过了，他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官、清官。现在我们寨主落在他手上，他还不好好趁这个机会陷害他吗？我知道，你爹是个山贼，这是事实，他坐牢是无可避免的。但是何大人之前说的那些冤案、命案、无头公案，绝对不关你爹的事，因为你爹来春田县也没多久啊。只要我们请一个好的壮士，帮你爹打这场官司，那么至少他可以不用斩头嘛。不行，我不可以让我爹坐牢。就算让你告到京城，见到皇帝老子吧，最多也只能让他保住项上人头而已。所以我没让你帮我。宋大哥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营救寨主这件事情呢，就不劳你多费心了，请回吧。你还是回去吧，别再惹他生气了。